新闻现场，南投市一年一度城隍爷圣诞节的活动开始了。为着要迎接信徒，附近的商店嘛举办着收集等囡仔抽奖活动，也有学生发挥创意，把配天宫的这奖神拢变做真古锥的大图，吸引游客的眼光。神明在家己洗下落，一尊啊一尊甲铺上网顶古锥。有的讲会落雨，有的招人去庙会，大家 OS 拢真五人佮趣味。拄好撞到南投市城隍爷圣诞庙会开始，民众拢讲真青笑佮趣味。我觉得蛮新鲜的啊，就是很耳目一新啊。大图的作者就是这个读大学3年的才女，伊无用严肃的这个宗教信仰，甲配天宫的众神甲变做大图，甲神明画甲足古锥佮五人，传统加上文创来推广在地特色。因为南投这个庙会这个活动，是一个传统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试着把它发展出去。虽然活动还是一样很有趣，但我们希望能够让它融入更多在地的元素，尤其那种在地的商家会有一些参与感。南投配天宫小连续3天来举办庙会典礼，这款庙会庆典逐年拢吸引10外万人。除了城隍爷专属大图，边的店家嘛举办特别的这个集中抽奖，要让民众算甲真欢喜，嘛期待会当带动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